现代台语版圣经列王记上卷第15章。尼八的囝以色列王耶罗波安第18年，阿比亚做犹大王。伫耶路撒冷做王3年，伊老母叫做玛迦，是押沙龙的查某囝。阿比亚做伊的老爸以前所做一切的罪恶，伊的心无亲像伊的阿祖大卫的心，完全顺服上主伊的上帝。毋过，上主伊的上帝因为大卫的缘故，互伊伫耶路撒冷有一耙灯，互伊的囝续接伊的位，搁互耶路撒冷坚固。大卫伫迄人乌利亚迄件事以外，拢做上主看做好的事，一生无违背上主的命令。罗波安甲耶罗波安常常交战。阿比亚其他的事迹，伊所做一切的事，拢记载伫犹大列王史。阿比亚嘛捌甲耶罗波安交战。阿比亚转去伊的列祖遐，人甲伊安葬伫大卫城，伊的囝阿撒续接伊做王。以色列王耶罗波安第20年，阿撒做犹大王。伊伫耶路撒冷做王41年，伊阿嬷叫做玛迦，是押沙龙的查某囝。阿撒亲像伊的祖大卫做上主看做好的事，对国内拄起乱动以及伊的祖先所做一切的偶像，搁废除伊的阿嬷玛迦太后的位，因为玛迦有做阿舍拉可王的神像。阿撒将神像撤掉，伫吉伦溪谷放火烧。虽然遐个山头弹还未除去，毋过阿撒一生完全顺服上主。伊将伊的老爸甲伊本身分别做成的金银甲器具，拢带入上主的圣殿。阿撒甲以色列王巴沙常常交战。以色列王巴沙来攻击犹大，修建拉玛城，要阻挡人伫犹大王阿撒遐出入。阿撒就将上主圣殿甲王宫的府库村的金银，拢交互伊的人臣，派因去大马士革见叙利亚王希顺的孙塔别林文的囝便哈达，对伊讲：咱来结盟，亲像你的老爸捌甲我的老爸结盟。当我用金银做礼物送你，请你废除你甲以色列王巴沙立的约，互伊对犹大撤退。便哈达同意阿撒王的话，就派伊的军长去攻击以色列的城，攻破以弗但、阿别别玛迦、加利利湖附近的地区、拿弗他利地区。巴沙听到这个消息，就停工，无搁修建拉玛，犹原住伫得撒。对安尼，阿撒王命令犹大所有的人民，逐个人拢着服从，将巴沙用来要修建拉玛的石头甲材料，搬去重建便雅悯地区的加巴甲米斯巴。阿撒其他的事迹，伊的成就，伊所做的事，甲伊所起的城，拢记载伫犹大列王史。阿撒年老的时，得着骹会病。阿撒转去伊的列祖遐，甲伊的列祖安葬伫大卫城。伊的囝
约瑟法续接伊做王。犹大王亚撒第2年，耶罗波安的囝拿答做以色列王，伊统治以色列2年。拿答做上主看做歹的事，行伊老爸的路，甲伊的老爸共款，互以色列人陷落罪。以撒迦之族阿希雅的囝巴沙陪伴拿答，拿答甲以色列军兵围困非利士人的基比顿城的时，巴沙甲伊杀死。犹大王亚撒第3年，巴沙杀死拿答，篡伊的位。巴沙一个做王，就杀死耶罗波安全家，将所有会喘气的拢剿灭，无甲耶罗波安留一个。拄照上主通过伊的仆人示罗人阿希雅所讲的话。这是因为耶罗波安有犯罪，搁互以色列人陷落罪。伊安尼做有激动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受气。拿答其他的事迹，甲伊所做一切事，拢记载伫以色列列王书。亚撒甲以色列王巴沙常常交战。犹大王亚撒第3年，阿希雅的囝巴沙伫得撒做以色列人民的王24年。伊做上主看做歹的事，行耶罗波安的路，互所有的以色列人陷落罪。